月15日，中共官媒新华社发布习近平在所谓新疆视察工作的消息，这也是时隔8年以来，习近平再度考察东突厥斯坦，在当地领导人的陪同下，先后来到了乌鲁木齐、石河子、吐鲁番等地调研，走访了当地学校、国际陆港区、博物馆、社区、农村和生产建设兵团等。这也是美国政府认定中共政府在所谓新疆对维吾尔族等穆斯林民族实施种族灭绝以来，习近平首次造访新疆。时事评论人士称，习近平在20大前视察新疆，目的是为了展示对新疆的管控成果。7月15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02年2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仅增长0.4%。新华社指出，中国经济增长在第2季度崩溃，创下自2020年以来最差的表现。流亡印度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周四开始对莫查、克什米尔和拉达可的精神访问，这是2019年新冠病毒爆发以来，达赖喇嘛首次离开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而本月17日，中国和印度将举行第16轮军长级别会谈。达赖喇嘛此次出访行程包括中印双方发生流血冲突的拉达可，引发中国的不满。中国房地产市场急速下滑，所开发的楼盘纷纷烂尾，拿不到房子又要继续支付银行按揭款的业主决定集体断供，直至楼盘复工。分析认为，实际上中国房地产的问题正在向银行蔓延。匈牙利总理今天表示，欧洲联盟因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一事对俄罗斯制裁，形同是在射自己的肺，正在大口喘气。新华社报道，欧班是匈牙利国家主义者，自2010年开始领导该国，时常与欧盟当局冲突，时常痛批欧盟针对俄国石油的制裁。美国总统乔拜登目前在沙特阿拉伯吉达访问，这是他中东之行的最后一站。拜登15日从特拉维夫直飞吉达，在起飞前几个小时，沙特王国宣布向所有乘员人开放其领空，结束了沙特对出入以色列航班的禁令。这项决定是利雅得当局做出的一个姿态，是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在共同面对伊朗威胁之际整体关系升温的一部分。拜登宣称这是他的政府努力推动中东地区加强融合与稳定的结果。